讲到国际天灾，今日新闻世界通2024大代志，特别带大家来看这一年当中严重的灾难事件。头先来看到的，就是今年1月初1打迎接新年，迄天下晡，日本就发生规模7.6的大地震，深度近60公里，甚至还有发大海中警报。这地震尾嘛造成真侪厝倒去，也是火烧。落尾计共有462人死亡，3个人失踪，1300多人受伤。这令定半岛、石川的轮岛、七尾、渚州的灾情上界严重。除了这地震造成严重的伤亡，大水嘛也造成大量的死伤。头先咱先来看这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市，10月底是发生10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无到一天就落491毫米的量，等于是当地一年的雨量，造成231人死亡。除了这惊人的雨量，真侪居民嘛认为讲是政府想办法警报，害因拢未负逃生。接落来，咱就来看美国，今年是有2粒破纪录的风台，造成美国严重的死伤甲损失。头先这9月底，飓风海伦是橫扫美国的东南部、南卡、北卡、乔治亚等地区，超过230人死亡，是在2005年 Katrina 风台了后上侪人罹难的风台。结果过无2礼拜，这飓风米尔顿就又搁扫往同一搭。根据分析，米尔顿是有史以来大西洋第5强的飓风。无到10点钟，就对热带风暴变强做5级的飓风。这2粒飓风拢有可能是造成美国500亿美金以上的损失。接落来，转来看咱台湾，今年上界严重的天灾之一，就是4月初3花莲大地震。咱边仔看到迄张相片，就是因为地震倒去的天王星大楼。这场地震落尾是造成18人死亡，9000人受伤。这花莲的太鲁阁公园同无得爱7年才当重建好势，而且这18罹难者当中，都有13个人是伫咧太鲁阁过身的，失踪的2个新加坡游客，因的家属嘛已经申请宣告死亡。上尾来看造成咱台湾严重灾情的风台，7月底这凯比风台对宜兰南澳登陆，是在2016年到达头一个登陆台湾的强烈风台。加共是有11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900多人受伤。另外一粒9月底10月初升到台湾的3度2风台，是对高雄首港登陆，是在47年来头一粒对高雄登陆的风台，这就造成当地严重的灾情。在高雄屏东是小连续停课4天。3度2风台走了后，10月底就有一粒空热风台到地。对台东成功登陆，这人数是透超过17级的强阵风，嘛造成全台湾97万户停电，是这7年来上界严重的。气候变迁造成世界各地天灾不断，这灾难的强度嘛哪来哪强？这阵特别和观众朋友同齐来看详细报道。规个街头拢是雨大水冲到东岛西歪的车辆。10月西班牙的瓦伦西亚8点钟来落500毫米的雨。等于是因1年的雨量。That's a huge amount of rain, and very few cities are designed to cope with that amount of rain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西班牙做大水，不过全球却出现欠水危机。联合国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有3%的土地凭30年前更加打扫。后面气候变迁监测机构也讲，今年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年。If the glacier disappears, tha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I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conditions for ecosystems. I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for farmers, etc. 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with 11 months of data for 2024, we are now virtually certain that 2024 will b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厝尾顶的铁柱未堪得透强风，规片飞起。10月3度2风台扫来台湾，高雄市出现罕见的17级的阵风，规个城市雨风吹甲乱七八糟。气象署也头摆伫咧高雄发布风台强风过境的国家级警报。如果以气候变迁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最近可以观察到的趋势，跟未来的发展，大概就是说，干季越干，湿季更湿，不下雨的日数会增加。下雨的日数减少，但是只要下雨，都可能比以前来得大。学者分析，因为气候变迁，未来无落雨的时间可能会愈来愈明显，落雨的时雨量会变多，会变大雨。2024年，真侪所在拢有感受到极端气候的威力。
人类要安怎应变，行向2025年，这是全球无法度走闪的议题。记者阮谢桂林综合报道。